来看到台中，伫咧台中呢，有一个老爸，真有可能是这5个月大的后生，抑佫是婴仔一直咧哭，就甲肾水配肾骨落下，家己边仔姐弟仔是惊甲唔敢讲话。这段影片伫网络见光了后，警方有介入，社会局也有处理。目前是依照社工的职权，替这婴仔申请保护令。这5个月大的查甫婴仔，互爸爸双手抓着，也毋过爸爸煞处处连续拍几下脆皮。查甫婴仔愈看愈大声，爸爸的手煞无停，造成查甫婴仔面几个所在乌青。边仔也阁有一对姐弟仔看到规个过程，惊甲毋敢出声。有网友伫面册社团抛出这段画片，翕的时间是伫这个月初一暗8点左右，警方已经介入调查。其表示正于南部处理事情，母子人身均安全，小孩目前无恙。将于近日至所内说明案情。警方确认查甫婴仔安全，车被采取前往查甫婴仔爸爸姓江查甫人上班的公司进行了解，也毋过并无找到当事人。消防局接到警方通报了后，也进行调查，发现姓江查甫人甲太太并无大做伙，两人分别照顾4个囡仔。查甫婴仔本来是甲爸爸大做伙，案发了后已经由妈妈接走。消防局也确认甲爸爸大做伙的另外2个囡仔拢安全，调查了后交予妈妈亲属照顾。那为了保障4名孩子的人身安全，社工会依职权申请保护令。那目前也在跟案父讨论是否有其他照顾资源来协助案父照顾另外2名孩子。台中市家防中心表示，除了以职权协助申请这名查甫婴的保护令，将对爸爸教养方式不当，也要求接受亲子教育课程。若阁有类似的行为，会以违反《儿少权法》罚6至60万罚款，也要追究刑事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